长，天光守伊到暝。爱情过了山来变成云。丽兰，实在对你真不足。我也无甲你来离别，是袂用的。哈，要甲我来离开？本身这是怎样讲？唉，这也是不得已的，事已经迫在眼前。因为我故乡的老爸要强迫我倒转去，我什么？本身这是怎样讲？你讲的话，我全然袂分明。唉，这款的话，我是真无爱对你讲。丽兰，你就爱来赦免我，我已经是有某囝的人。什么？你已经是有某囝的人？这敢不是迷茫呢？明知爱情是神圣，当初不愿来牺牲，甜言蜜语加真情，阮才为你变不幸。这款恶魔绝对会报应。丽兰，咱已经离开了3年了。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，是专工来找你，请你一切来赦免我，因为我事业来失败，无囝煞来死。哼！你也有迄个面通来治我？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害，在这3年来，我不知影受了偌济苦楚，而且不知影偌济男性比我来受吃亏。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店做着烟花呢，虽然是为着生活，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。你无必要来救我，请你唔通来延长着我的时间。丽兰，请你来赦免我，你会来变成这款，完全是我的罪恶。丽兰，请等下，丽兰，丽兰，请等下，丽兰，请等下。啊，你去啊是。男性才会无想后，一旦踩了无回头。你已经过3年后，阮才甲伊相会。